粉紅摩天輪、天空之鏡，呢度真係唔係喺外國，2日1夜快閃肇慶，去完先知原來肇慶可以咁樣玩啊！高鐵直達，唔使諗，即刻出發。第一站去黃中黃果蒸粽，正宗肇慶特產，綠豆起沙、五花腩入口即溶啊！記得買幾隻翻去派街坊。住嘅方面呢，我就推介肇慶星酒店，落樓行幾分鐘就到紫荊文創街，雞蛋仔、特色燒烤、手打檸檬茶，邊行邊欣賞星湖日落。酒店隔離仲有大型商場，食買玩一站式搞掂晒。Day 2探完酒店自助早餐，轉場去蒙古大營，唔使飛內蒙，喺呢度就可以睇到馬術表演同蒙古舞啊！仲可以坐喺蒙古包，邊食風味大餐邊睇 show， 沉浸式體驗草原熱情。下晝去演陽湖，一見到粉色摩天輪，即刻心心眼啊！一定要去埋天空之鏡，企上去影相，個倒影靚到爆啊！心動不如行動，快啲 PM 我哋攞埋肇慶行程，約定你食玩假期。食玩假期嘅行程係咪好吸引呢？快啲嚟報名啦！